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业牧师。4月11日，当我活着时，经文记载在士师记第9章7到21节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。基督的爱支配着我们，因为我们明白一个人为众人死，也就是说众人都死了，他为众人死，为要使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那位替他们死而复活的基督活。我们看过这样类似的电影吗？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活着，而这个人他有一个使命要去完成。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《王者天下》，它就是记载着一名战争孤儿拾起佩剑，帮助流亡在外的君王重登大位，使之伸张正义。这样的剧情总让人意气风发，但真实人生的世界遇到这种事，当我活着时，我会如何继续人生的路呢？我们持续来看亚比米勒，他为了登上王位，残酷杀害基甸和他家的人。经文这样说道：约坦一听见这事，就到基利新山，站在山顶上，大声向他们呼喊：示剑人啊，你们听我，上帝就会听你们。从前森林里的树要立一个王，他们对橄榄树说：请你做我们的王。橄榄树回答：我该停止生产供奉神明和供给人的橄榄油，去统治你们吗？树木对无花果树说：请你为我们的王。无花果树回答：我该停止流甜美的果子，去统治你们吗？树木对葡萄说：请你做我们的王。葡萄树回答：我该停止酿造神明和人喜爱的酒，去统治你们吗？树木对荆棘丛说：请你做我们的王。荆棘丛回答：如果你们诚心要立我做你们的王，就来投靠在我的荫下，由我保护你们，不然我的荆棘丛会起火，烧尽黎巴嫩的香柏树。约坦继续说：现在你们是否诚心诚意立亚比米勒做王呢？你们是否纪念基甸，按他的功绩善待他的家人呢？你们要记住，我父亲为你们打了仗，他出生入死，解救你们脱离米甸人。但是今天你们竟反叛我父亲的家族，你们在一块大石上杀了他70个儿子，因为他卑女的儿子亚比米勒是你们的亲戚，你们就立他做示剑王。如果你们今天所做的是诚心诚意对待基甸和他家的人，我祝贺你们和亚比米勒彼此都快乐。不然的话，愿亚比米勒放火烧尽示剑人和米罗人，也愿示剑人和米罗人放火烧掉亚比米勒。于是约坦因怕他哥哥亚比米勒，就逃到比尔，住在那里。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，就了解到上一章其实有讲到以色列人想基甸做王，但基甸拒绝，而到了他的儿子亚比米勒却想做王。
亚比米勒的母亲是示剑人，所以他去示剑，使示剑人的心归向他，拥护他。亚比米勒找了一班匪徒跟随他，就杀死基甸70个儿子，只有约坦来避开了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，就是当约坦知道亚比米勒称王，他就用树讲了这样的比喻，包括橄榄树、无花果树、葡萄树，这3种树都会结果子，十分有用和有价值，但这些树都拒绝做王。却论到了荆棘，不结果子，没有价值，而且它还比一般的树更矮。可是这树却竟然想做王，叫其他的树投在它的印下。这是非常讽刺，而且也不可能让那高大的树投在它的印下。而约坦讲的这个比喻，就指着这荆棘代表的是亚比米勒，而他也说了，这个亚比米勒他所做的，他是一个好争为王、野心勃勃的人，但他却是没有建设性。他一个好自大的人，却是想要在那飘飘然管理别人的上面，不想来努力耕耘，谦卑服侍人。这是亚比米勒他想活的意义。或许我们来想，约坦今天说的这个比喻给我们的很好的一个提醒。约坦好不容易活下来，在他的家人都被亚比米勒所杀害时，只剩他一个人。当他活着的时候，他能做什么？看起来他说了这一个提醒，要亚比米勒跟示剑人他们知道，他们所信靠的主仍然知道，他们要做一个反省。人活着有一个他的意义，我们是要不断的发挥自己的本事，去服侍别人，造福别人，荣耀神，还是我们是要做那虚无缥缈的事情，不是神要我们去做的？就如同这个比喻一样，我们为什么而活呢？我们的决定是不是可以容神一人，还是我们争着做王，却不是所有的生产像荆棘一样，很多的刺时常还造成迫害，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。而这样的人更糟糕的是，他却是喜欢当头，喜欢控制别人。好不好？我们来默想，我们什么原因是我活着？不是别人，而我为什么而活呢？一定有上帝的心意。那么我活着的意义，是不是更多要来寻求神的心意？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来活呢？今天也是受难周的开始，我们看到耶稣即将上十字架上，在伯大尼长大麻风西门家坐席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拿了一个玉瓶至贵的真哪达香来，打破，把膏
浇在耶稣的头上，香膏膏主。这个女人知道她活着的意义，为了这个时刻。所以耶稣最后对那些非议他的人说，肯定这女人的行为是合宜的，因为她一生活着是为了这个可以全心来敬拜神。我呢，我活着要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来敬拜神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活着是不是常常放对位置，还是我放错位置呢？恳求你帮助我看见我生命是在枉费时间，在没有意义上，还是放在你的心上，让我的生命更美丽呢？被你来使用，在你的世界、你的国度里呢？恳求主帮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今天我们活出我们生命的意义，可以容神一人。我们明天见。